BB 喊扭抱嘅時候，到底抱唔抱好？佢唔係肚餓，唔係尿片濕咗，又唔係唔舒服喎。有人話抱得多會縱壞佢，由佢喊翻1頭半個鐘就會學識自己停㗎啦。咁到底父母應該點樣決定抱唔抱好？抱同唔抱對 BB 長期又會有咩影響？加拿大麥嬌大學嘅神經學家 Michael Meaney 經常用老鼠嚟做實驗，因為人類同老鼠喺基因結構上有95% 相同。呢位神經學家無意間發現，原來老鼠都有好多唔同嘅湊仔方法。有啲老鼠媽媽會經常舐下拗下佢哋嘅 BB， 而有啲就會舐得少啲，或者從來都唔舐。於是科學家將啲老鼠 BB 分成2組，等佢哋長大之後，將佢哋放入一個圓形大箱裏邊5分鐘。結果發現，被舐得多嘅老鼠會喺個箱裏邊周圍走，平均有35秒鐘會靠近箱嘅中間。相反，被舐得少嘅老鼠多數只會貼住箱嘅側邊，唔敢周圍走，喺箱中間嘅時間只有5秒鐘。測試完佢哋嘅好奇心，唔知求生能力又點呢？今次科學家將啲肚餓嘅老鼠放入一個收埋咗食物嘅籠裏邊10分鐘，結果發現被舐得多嘅老鼠平均用4分鐘就揾到食物，而且仲可以食足2分鐘。相反，被舐得少嘅老鼠平均要花9分鐘先至揾到食物，仲可能因為驚得滯，就算食嘢都只係食得幾秒啫。科學家之後再做咗一系列嘅實驗，引證到就係舐同唔舐 BB 呢少少嘅差別，就足以令到某啲老鼠喺成年之後明顯好奇心大啲，身體健康啲，情緒控制能力高啲，社交能力高啲，同埋求生能力高啲。可能有人會問，性格係天生嘅，會唔會係遺傳㗎咋？呢個問題科學家都有考慮過，所以佢哋試過將2組嘅老鼠媽媽交換，結果發現就算唔係親生媽媽湊，但係細個時候被舐得多、拗得多嘅老鼠 BB， 大個一樣會精叻啲。其實點解一個動作會有咁大嘅影響呢？科學家結合埋基因研究，發現媽媽舐錫 BB 嘅時候 ，BB 接收到呢個信息，會刺激到佢大腦海馬體負責處理壓力激素嘅部分，呢種激素能夠啟動控制情緒嘅基因組。所以媽媽嘅行為唔單止減低 BB 當下嘅焦慮，長遠嚟講，仲令到佢將來更加識得控制情緒。老鼠係咁啫，人類係咪都係咁㗎？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有2個心理學家做過一個超長期嘅研究，佢哋喺1972年招募咗267個新手媽媽，要佢哋帶埋1歲左右嘅仔女參加一個陌生情景測試。呢個測試好簡單。研究人員先吩咐媽媽帶住 BB 進入遊戲室，等佢哋玩咗一輪之後，就叫媽媽離開，隔一陣先至再返嚟，然後就觀察當媽媽返嚟嘅時候 ，BB 到底會有咩反應。結果發現，多數 BB 見到媽媽一返嚟就會即刻笑晒口，或者眼濕濕咁撲埋去，好似樹熊上身咁。心理學家將呢類 BB 叫做安全依附型。但係有部分 BB 見到媽媽返嚟就扮冇事發生，當睇唔到，又或者掠地發脾氣，甚至喐手打媽媽。心理學家將呢類 BB 叫做焦慮依附型。到呢班 BB 3歲左右，跟住佢哋喺幼稚園嘅表現，就會發現安全依附型嘅小朋友課堂表現比較專心，參與程度比較高，而焦慮依附型嘅小朋友就比較自私同埋唔成熟。到佢哋10歲嗰陣，研究人員就更加發現安全依附型嘅小朋友比較有自信、有好奇心，而且有能力去面對挫折。相反，焦慮依附型嘅小朋友好多時都情願一個人，都唔中意同其他小朋友一齊玩。成年之後，當年被定義為安全依附型嘅人，公開考試成績會較好，高中畢業率會較高，就業率同收入亦都平均較高。心理學家話，習慣用最快速度回應 BB 情緒嘅父母，可以幫助培養出安全依附型嘅仔女，因為父母為佢哋提供咗一個探索世界嘅安全基地。其實無論人定係老鼠，喺生命嘅初期，如果能夠得到額外嘅關懷同呵護，都會喺佢哋嘅基因留下烙印，再慢慢轉化成自信、勇敢、獨立、富有好奇心、情緒穩定、能夠對抗逆境呢啲性格特質。想知道更多育兒知識，like 我哋 Facebook page，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頻道啦。